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1月2日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请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韩流高地官司是阳明山国小宣布明仔载开始停课2天，北部海拔1000公尺以上有机会落雪，已经有一挂人上山等咧看雪。中央航空的工会确定有合法的罢工权，理事长表示，旧历几年迄卡岛会启动罢工，也那中央航空是呼吁爱优先考虑旅客的权益。台积电要伫高雄起第3间厂房，今仔日到凤山港也会伫嘉义科学园区来设厂。南科管理局无公平，也毋过台积电是表示讲会以台湾做主要的基地。咱要先来关心的是寒流已经来到地，中部以北东部地区也阁有离岛的金门，这气温可能是无到10度。即马阳明山国小已经确定明仔载开始会停课2天，正做是台北市第一间宣布歇低温假的学校。气象署是讲，这北部海拔1000公尺以上是有机会来落雪。台北市的草山，若准这个水汽甲温度会当相配合，嘛是有机会看会到落雪。所以今日早起已经有一寡人上山等要看雪。阳明山二主北步道，搁北起哩就是大屯山自然公园，是即摆可能会落雪所在。早起阳明山敢若8度尔，而且山顶搁咧落雨，风嘛愈来愈透，有计会继续降温。根据气象署预报，今仔日暗时开始水汽搁较高，嘛可能剩无5度，时到落雪机会搁较大。早起已经有一寡游客到阳明山等雪。昨天有特别讲说会下雪的行程，特别一定要上来看看这样。希望第一次有机会在台湾看到，对。在美国家现在正在大雪之中。阳明山周围的店头已经准备有烧包、烧汤、帽仔、手箩啊等等保暖的用品，迎接未来2天要起来看雪游客。阳明山国小嘛宣布，明仔载后日2天要放低温假，主要是惊部分学生住的所在可能会落雪，影响到交通安全。是我们学校的学区呢，占地蛮广大的，然后来自山区的孩子，我们担心他出入的安全。好，所以我们就是做这样子预防会有下雪这个情形，然后他的人身安全还有交通安全，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考量。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特别提醒要上山看雪的民众，要注意保暖甲车辆的状况。若落雪也是车路结冰，就会管制上山的交通。车要经过管制点的时，就要加装雪链，请民众要注意相关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寒流到位，这天气是愈换愈寒。即马阳明山国小已经宣布，明仔载开始要歇2天的低温假。原来这个歇假的标准，敢是以6度为准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会照现行的办法，由学校来做评估。这边的寒流影响范围正大，中部以北、东北部一个东部地区甲金门的低温，可能会降到10度，甚至是个位数。台北市政府已经宣布，交予学校家己评估是毋是要停课。像阳明山国小已经决定23、24停课2天。针对台北市第一间宣布放低温假的学校，要若是家长因为上班无法度顾囡仔，学校也会斗3天。我们也考量到兼顾家长他们如果上班需求，所以像阳明山国小，他们也会提供相关的协助啊，不管是课后照顾，或是课后留团，我们都会跟学校做好沟通，兼顾到孩童的安全以及家长需求。对于低温假的标准是毋是要定在6度，方便民众会当依循，也引起大家的讨论。但是根据中央天然灾害停止上班甲上课作业办法，天然灾害定义是包括风灾、水灾、震灾、土石流甲大规模的崩烂，无包括低温或者是高温。不过，县市首长是当依照其他天然灾害来做裁量。若是出现交通、水电供应中断或者是困难，影响通行上班课的安全，就当发布停止上班上课。蒋万安讲，像台北市8年前放低温假，就是直接影响交通。105年1月的时候，因为当时低温是有一些积雪，而影响到通勤的状况。那考量到孩童还有家长接送上下学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跟可能遭遇到的困难，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作业办法。因那台北市政府的寒流应应措施，蒋万安讲，社会局已经启动关怀机制，包括高大老人、弱势家庭，一个开放收容所，和民众避风避雨。记者综合报道。
大学学历测验今仔日是最后一天，这是考数学 B 甲社会科，有9万外的学生来考试。早起第一科就是数学 B， 有真侪自然组的学生是讲这题目是真简单，也若高中的老师是讲，甲旧年相比，有影是有较刁难无毋对，这学生的分数可能会偏旧年较悬。学测第3天，全台大降温，北部的考生有真侪人穿真高、穿好少，微微囡仔刮喙暗。更有人早有小包，裤子变刷毛了。对，因为今天比较冷，所以说也会怕说，等一下如果要考试的话，可能会被温度影响。对，所以说今天还是有增加一些保暖的，然后有可能有暖包什么之类的。今天冷的话，就穿比较多，就没什么问题。入去考试场进前，搁再留一个，希望第一科的数学 B 会当考好。也数学 B 虽然是社会组的数学，大考中心统计有99000多人选考，自然组的考生看起来是轻轻松松。也阁有人讲，有同学因为变天，直接伫厝的困，无爱考啊。蛮多同学都是今天早上的时候，就是起床的时候想说，哇，今天的天气很适合待在被窝里面，所以就决定说，那今天就不要来，就是有个参与感吧，这样，因为我也是不用看社会跟数 B， 对。数学 B 9点20开始考，考完60分钟就当离开考试场，时间一个到，袂少自然组的考生提早到岗。就还蛮简单的，没有很认真写完。啊，你没有，你为什么？哦，因为本来没有很想考，但老师说就报一报，说不定会用到。自然组的考生选考数学 B 是初试，结果今年数学 B 其中一条，就以某一间学校高3学生报考做题目落去算比例。高中老师分析讲，数学 B 的题目比较旧年较简单，符合人工，按算分数会比旧年更较悬。记者台北报道。伫高雄有一对28岁的父母，那像是因为经济压力上过大，所以带3个无到7岁的囡仔做伙去行地路。这当初是因为上班的时阵找无人去报警察，才发现讲原来这5个人已经死亡。社会局是表示讲，这个伙仔因无通报的记录，呼吁家长都要尊重囡仔的性命权。生活袂得过的时阵，会当打电话找人帮忙。死者家属表情严肃，陆续来到殡仪馆甲检察官相验遗体。21号半暝，高雄新城区一间出租套房，一家5口轻生。死者是一对28岁的少年父母，还佫有3岁、6岁、7岁的后生。女死者的同事找袂到对方，佫想起捌讲过经济压力真大，决定要报警。警方破门时发现5个人倒伫眠床顶，已经明显死亡。这大家拢无熟悉，无熟悉啦，袂少问嘛吼，袂少问，可能拍电话嘛，袂人要来甲你讲。就说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我在这里也是住好几年了，对，然后第一次听过这种事情。其他徛好讲，大楼拢是套房，大约有10坪遮尔大，租金差不多1万块左右。毋过嘛讲，因为大家拢是租厝的人，厝边拢无解释，真歹伫第一时间就发现状况。社会局社工也在第一时间跟家属界联络，那我们也会连结慈善的资源来协助丧葬的事宜，先能够跨出来，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好意思，但是很重要的是，这是全家人要一起生活下去。那面对我们这样的小孩的时候，我们更要呼吁家长说，要把眼光要看远一点点。这口罩毋是社会局轻生立管的个案，嘛无保护，还佫有脆弱家庭通报的记录。社会团体嘛提醒，面对着困难，家长应该勇敢来对外求援，嘛需要邻里加一寡关心。尤其当伫寒假的期间，囡仔无到学校，透过学校通报着因遭有困难的方式，可能会变轻，更加需要社会加一寡关心。记者王柳婷、陈hen坤个人报道。有人涉嫌伫网络顶头来发布加密货币的消息，结果煞真正有人是摕850万要去买，了后伊煞发觉讲这原来是一桩诈骗，想要甲理论煞互人家摸，甚至佫甲关起来。警方目前是已经抓到5个嫌犯，另外伫台中也查到诈骗集团，讲会当互人免费食甲大，甲家友拢骗来关，佮用因的口座去洗钱。警方落尾是抓到11个嫌犯。警员突然走起来，攻击旅馆抓人。几下名查某人抱着头，拍着涂骹配合，警方清查身份，这人互通缉。也毋过，这摆互逮捕的是涉及另外一件刑案。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其赖姓友人前往钟表行进行新台币850万元的泰达币交易，
却遭卖方拘禁并殴打陈山。来到案发地点，还未到营业的时间，铁门锁起来。也毋过警方协助，这名被害人10月下昼2点外早850万，替朋友去忠孝东路一间钟表行面高太特别。嫌犯讲已经转加密货币要求付钱，也毋过被害人坚持讲无收到，双方去冤家，嫌犯就协迫店员溜落铁门，将被害人拘禁搁解拍，一直到1点外钟了后，警方到场才获救。警方后门攻坚，陆续几啊件行动，直接攻击诈骗集团的据点，救出一名基友。台中警方也破获一件私刑拘禁案件，不法集团用免费食宿做诱致，将一名细蛋的基友带到民家拘禁，以伊的名义开设几啊个银行口座，当作是人头口座洗钱。我们进一步追查，发现使用这个账户诈骗的转账水房首脑是活跃在新竹地区的林姓帮派成员。警方为人头口座追查金流，也发现受到不法集团进行假投资诈骗，初步清查被害人一共6个人，损失超过600万，拢总有17个人落网。专案以诈欺等罪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通知技术职业工会针对中营航空的罢工投票来进行开票，落尾是确定这个中营工会有合法的罢工权。理事长表示，伫旧历过年迄卡刀就会来启动罢工，也若中营航空是呼吁讲爱优先考虑旅客的权益，用理性的态度继续来协商。拆开票柜，一张一张展开抢票。通知技术职业工会发动罢工投票，桃园高雄拢有设投票地点，伫2早起9点，伫主管机关通知劳动局代表见证之下，针对中营劳资争议罢工投票进行开票，确定出的合法罢工权。长荣分会这个部分，我们有85%的会员同意，全体会员我们也有得到65%，所以在今天1月22号，我们可以宣布，机师工会的长荣分会已经确定取得合法的罢工权。全台湾的技师大约有3000多人，加入桃园市技师职业工会有1398人，910人投票，900人同意，10人无同意。预计春节前后启动罢工，24点钟进行提前预告，会影响在中营航空往来美国、加拿大和澳洲主要城市的旅客。在最近的1个月当中，劳动局已经持续的邀集劳资双方召开过3次的协商会议，未来劳动局仍会持续的来协助双方进行协商。工会表示，绝对不是为了罢工来罢工，正式宣布启动罢工进程的最后一刻拢愿意协商，要求中营航空公司针对工会诉求提出对案。对于罢工投票结果，中营公司表示遗憾，也回应已经调整底薪超过20%，不包含外暂定贴增加1.8万到3.2万以上，也积极培训国内技术人才，本国籍技术进行标准共款，也以上大诚意进行协商。农历春节期间，机票的迁转或者是滞留的费用相当的高。罢工之前的话呢，民众可以赶快去投保海外旅游不便险。旅游业者表示，拄到航空公司罢工，旅行社的契约责任险并无理赔，也毋过需要替旅客安排住宿甲3顿。各家航空公司要求赔偿，也提醒旅客伫宣布罢工进前，赶紧买旅行不便险。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到底是啥物人要来欢咧？即马哪力病赢，大家拢有家己的拍算。国民党是开即个立委的座谈会，希望讲大家会当来支持韩工配。也毋过布坤奇煞跳出来要争院长的位，佮讲伊家己有整合拿病赢的材料。伫个朱立伦出声来支持韩工配了后，伊才总算改喙要做伙徛共阵。也若民进党的郭建民，伊是讲即个民众党迄8色是无啥路用的，所以引起真大的议论。看到韩国瑜加江启臣、傅昆萁甲因握手活动，国民党开新科立法委员座谈会，要凝聚韩工配共识，争取立法院的正副院长。不过傅昆萁也表示讲，伊要争取，若赢伫咧闹内讧。党主席朱立伦也无客气，伫傅昆萁面头前讲，听韩工配。我想现场的呼声最大的，都是给我一个院长韩国瑜啊。我想这个是大家的共同心声，
党能够在凝聚，大家能够团结，在合纵连横在野的部分，我相信我也是一位能够让这个能够蓝白合作一起来让国会正常化。不过，团讲伫咧会中，副光基解释讲，伊支持韩江配，因为国会三党无过半，哪力拢想要抢立法院的龙头。民众党摕到80席，将这关键的少数，也个叫哪力爱回答4项改革的诉求。但是，民进党团总召关建明批评，民众党是无路用的80席，也个批评身靠立委吴国昌，袂输一副天下拢是伊的共款。吴国昌也是回击，就柯建铭啊。立法院最有名的桥王啊，台湾民众党党团进入国会是要推动法案，是要监督行政权，不是要去私下乔事的。如果民众党没有把握政党协商、招委选举，未来可能会变成可有可无的8席，国会回归蓝绿对决的可能性比较大。新一届立法委员将会伫2月7日到立法院报道，将会彰显国会领头之争。外界拢伫咧注意，那立法要安怎布局？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大选过了后，照惯例行政内阁的总辞，目前是进入看守内阁的状态。也毋过，民众党开记者会，针对三立电视入股中家公司甲镜电视的争议等等，向 NCC 来提出质疑，认为讲这个内阁会当进入看守期，也毋过施政袂当放互烂。在新政府上台以前，没有办法容许他们摆烂。在新政府就任进前，内阁进入看守期，不过民众党无分区立委当选前，因为施政免延前，先针对媒体相关议题，向 NCC 提出质疑。三例违法入股中嘉案，什么时候要处分？今天是明目张胆的开始直播政论节目，这是当初他们自己为了取得执照所开出来的承诺。NCC 说要调查，继续让大家失望。除了三立入股中嘉甲镜电视的这部争议，民众党阁点出，在大选期间有部分媒体伪向或者是封锁特定候选人，违反选罢法定相关规范，已经提出检举，所以也未得到回应。这2个电视台很明显的一个偏蓝，一个偏绿，但是在总统大选期间都已经成为所谓蓝绿的他们自己所属的擦脂抹粉的新闻台。我们在1月9号，其实针对这2个报道的失真跟失衡的情况下，我们都已经提出了具体的检举案。相关议题的论证、新闻报道是要做公正公平的处理，不得为无正当理由的差别待遇。竞选期间，它的规定是优先于我们为广大。我们9号的时候确实也收到了这个检举函，在10号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检举的这几天的节目带函转给中选会去做处理。NCC 指出，中嘉案甲镜电视等证据，后续会伫委员会议程排入了后，进行讨论甲处理。对大选期间，媒体是不是违反选罢法这相关的代志，会协助调影像函送中选会来认定。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宣布要扩大2奈米的产能，所以会伫高雄起第3间厂房。今仔日佮风声，台积电有可能会伫嘉义的科学园区来设厂。即马南科管理局是无讲明，也毋过台积电是回应讲会以台湾做主要的基地，无排除任何可能。台积电顶礼拜发说会才宣布要扩大2奈米的产量建制，按算伫高雄起第3厂。22个消息传出，台积电可能伫嘉义科学园区要设先进封装厂，未来可能会设1奈米厂。个别厂商的投资我们还是以厂商他的公告为准，管理局会做好投资环境的建构。南科管理局是无证实台积电敢有来计价园区用地，不过表示会协助每一个厂商投资建构。台积电是回应讲无排除任何可能性，就算还未定案，民众已经是真期待，增加就业机会。就业机会也会变得很多，那我相信年轻人也会更愿意回来嘉义。那真的选中嘉义的话，那会由我个人担任召集人，在嘉义县政府组织一个单一对口的单位，全力协助。台积电这几年开始伫高雄等地区扩大投资，专家认为讲，这台积电要去嘉义讲了上过早，不过也提醒讲，若阵先进制程甲技术要顶进台湾，目前上要紧的就是布局能源政策。高雄
们的3座厂最少要用掉6台的 EUV 的机台 ，EUV 机台本身就已经非常吃电了，1奈米世代大概也差不多要6台到8台左右的数字，不可能是使用太阳能或者是潮汐等等的不稳定的绿电。专家表示，台积电顶进台湾虽然能救管国际能见度，甲技术人才留伫国内，不过美国、德国等国家积极邀请台积电去设厂，恐惊也是一种去台湾化。万不以两化局势有变化，台积电的产能技术也是会当留伫家己国家。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联邦众议院通过一项协议，其中包括台美之间会避免双重扣税。咱伫美国芝加哥办事处的代表是强调，台美若准会当签署这个贸易甲税金的协定，就会当强化咱台湾的经济安全。望讲台美这之间会当有更较侪交流。也若专家是认为讲，若准台美会当避免双重扣税，对咱国内电子零件甲消费等等，拢真有帮助。自美国芝加哥办事处处长雷彦峰伫最近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時陣，希望台灣甲美國中西部伫貿易、教育甲觀光方面會當有交流合作。We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Taiwan can also sign 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 think we can secure more economic security. 雷彦峰認為，台美的理念相化，以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基礎上。各方會當簽署雙邊貿易協定。在過去雙方經貿關係正緊密，2020年雙邊貿易也是1360億美金，年增加率19%。台灣是美國第9大貿易夥伴，第8大進口國來源。今年台灣對美國投資金額要加11億美金，佔對外投資的11%排第2名。為了要強化非官方夥伴關係，美國聯邦眾議院世界委員會通過美台快速雙重稅收減免法案，希望國會能趕緊過關。首波會受惠的一定是我們現在在美國當地投資特別多的這些產業，像很多的電子零組件的產業、批發零售，還有金融這些，還有基本金屬製造業，這些都是現在台灣到美國去投資的主要的產業別。專家提醒講，美台快速雙重稅收減免法案在協商的過程中，無論是企業的所得稅，抑個台灣的工程師及美國的個人綜合所得稅，攏按落嚟談判議題，才能真正享受到雙重扣稅所帶來好處。記者綜合報導。美國佛羅里達的州長德桑提斯在1月2日宣布要退出爭取共和黨總統提名的競選，要改支持前總統 Trump。Trump 是表示伊真歡迎。目前在黨內敢若剩前聯合國的大使海莉，也閣持續咧甲 Trump 來競爭。海莉是呼籲講選民一定愛支持上戰的女性，也毋過民調是顯示講，即馬 Trump 的支持度是大領先。在連續幾個月支持度一直抱起來，美國佛羅里達州長德桑提斯自一宣布結束爭取共和黨總統提名，全都當支持前總統川普。I signed a pledge to support the Republican nominee, and I will honor that pledge. He has my endorsement because we can't go back to the old Republican guard of yesteryear, a repackaged form of warmed-over corporatism that Nikki Haley represents. 今日排在愛荷華州第一場初選，川普51%支持率得到勝利。德桑提斯雖然排在第二，不過只得到21%支持率。因為新罕布夏州民調，德桑提斯支持率只有28%，比川普的56%差真多，甚至比前駐聯合國大使海莉36%也無較差，可以決定退選。Suffolk just came out, Boston Globe. And they say we're very far ahead, like by many points. So I don't think we're going to need that. And the main thing is we're going to all work together and we're going to defeat the worst president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75歲德桑提斯8做過海軍軍官，被看作是有益的明日之星。伊得到川普支持，在2018年當選佛州州長，然後甲川普保持距離，各地教育、移民甲 LGBTQ 的問題等關採取激進立場，遭受批評。在退選的消息，德桑提斯支持者大部分表示定價，甚至有人認為川普攏無法度團結政黨，要如何團結國家？雖然過去無候選人，在贏2個州了後，輸了初選，按過黨內唯一競爭者海莉有關強調，即馬初選只剩1位男士甲1位女士，呼籲選民支持上戰的女性。
This comes down to what do you want? Do you want more of the same, or do you want something new?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to prove to you that you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But for now, I'll leave you with this. May the best one win. 公司新闻电话前报道。罗西亚表示，在乌克兰占领的顿内茨克郊区受到攻击，即马已经有27个人死亡。因讲这就是乌克兰的恐怖攻击，也毋过乌克兰目前还阁无相关的评论。另外，伫罗西亚有一间天然气的接收站发生火灾，那像就是互乌克兰无人机去甲轰炸。这本来是正闹热的市场，有真侪店，因过即马看到涂骹倒真侪尸体。色拢变做红色的，家属也真伤心。俄罗斯支持的顿内茨克市长库列姆金伊讲，这是乌克兰军队突击所造成的伤亡。大顿内茨克地区负责人普西林表示，急救人员已经赶到现场，发现专家正在咧收集这边攻击所使用的武器碎片。俄乌战争拍要到2年，双方伫咧1500公里的战线是无甚大的改变。今年冬天，互相拢经远程的攻击。俄罗斯去年讲因并吞乌克兰4个地区，因过俄罗斯并无完全控制4个地区的任何之一。伫即天透早，伫咧波罗的海乌斯季卢加港的一座天然气接收站发生大火。当地居民讲，伫咧代志发生之前，捌听到附近有无人机伫咧飞的声音。这个天然气接收站是俄罗斯上大的独立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公司的。因讲火灾发生原因是外部的因素。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这件代志是乌克兰方面做的。俄罗斯已经暂停乌斯季卢加港大型燃料出口码头部分的营运。这个港口有向国际市场运输石油加天然气产品的重要功能。目前还阁无清楚的暂停偌久。伫港口外口等待邮轮有偌侪台。对国际能源市场会产生什么款的影响？伫列宁格勒附近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已经正在改变状态。安全单位甲执法机关奉命令摧毁任何被发现的无人机。再加上顿内茨克这边市场的攻击案，恐惊会互俄罗斯采取更加大的报复行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德国发生反对右翼的示威游行，主要是另类选择党，互人亚空讲因当咧计划要赶走移民，拢总有10万人伫首都咧抗议。因为这个德国的经济是真需要国际的专业人才，所以民众就烦恼讲，若阵这个德国的局势愈来愈反对外国人，安尼毋但是影响国家的形象，产业人才也会流失去。伫比邻议会大楼甲总理府之间行政区域客湾示威群众，有人提标语写自由平等，搁加一个有60岁以上的抗议。根据德国警方的讲法，敢若是这个所在有10万人。组织者估算慕尼黑要10万人，科隆超过6万，法兰克福、斯图加特、纽伦堡、汉诺威要一定规模的反右翼街头运动。过去几年，这种同款的示威毋是无，不过这摆全国大小城镇，敢若是19假至13天，都差不多100多次有抗议声音。Habe hier gelernt, habe hier studiert, habe in anderen Ländern studiert. 德国调查媒体 Creative 查查报道，另类选择党已经伫个极端主义分子的会议当中，就赶走移民甲无被关怀公民的代志进行讨论。另类选择党是表示，伫这组织或者是债务顶悬，甲即摆会议无关系，并对讨论内容负责参加会议成员完全是个人身份参加。Die AfD und ähnliche Kräfte in dem Land sind sehr laut. Nicht normal ist, Rassist zu sein. Es ist nicht normal ist, Mitmenschen. 这示威者互囡仔坐伫警察头背后的标语写抵抗的状态。过去1年，德国选民对另类选择党一直称权的支持率感觉焦虑，才引起即摆的街头示威。德国经济高度靠世界各国专业人才、国际贸易加对世界开放的心态。不过这几年积极排外势力状态，互德国业界烦恼行走外国员工，重创德国开放的形象。德国制造业主要优势团体德国工业联盟总裁卢斯沃都支持即摆游行示威，向这排外政党表态。民调显示，另类选择党目前13%支持率是全国第一。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
国内消息，咱要来看这借腹生囝到底敢会当放领这个规定咧？有妇女团体是公布调查结果，所发现讲有超过8成的民众是无支持借腹生囝，因为大家拢认为讲这性命是袂当代理的，而且因嘛讲人工生殖的方式会伤害妇幼的权益。卫福部长施世元是表示讲，会伫旧历过年后办2场公听会，才过来决定这人工生殖法是要安怎受罚。19年诉求代理孕母合法的声音一直在台湾出现。立法院维权委员会搁在去年12月初4进行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的初审，暗帮放领人工生殖规范，纳入代理孕母。不过，妇女团体进前针对全台民众进行代理孕母合法知识态度问卷调查，结果8724笔的资料，有效样本7780份当中，有6388超过8成民众无支持代理孕母合法。台湾不应该把另外一个女性当成工具，好，或者好像一个自动贩卖机一样，投入金钱就可以购买婴儿。妇女团体表示，为国外案例发现，差不多拢是散车，或者是知识水准较低，或者是单亲妇女为趁钱直接代因的工作。过去都无发生代因一半，都被要求将囡仔提掉。规代理期间拢是以顾客为依归，不过因为两是来自他人，不是孕母，也可发生免疫不全全身高血压，大部健康状况是完全无被考虑的。佮加上台湾孕产妇高死亡率，若是佮开放代孕安尼现象，只会佮较害。只因为我付钱，就希望就能够买到一个孩子。我们也听到过，因为这个孩子生下来不如我的预期，或者有一点早产，我就不要了。那孩子要怎么办？初步的内容应该是有，但是还没有集结成为院版。社会上对于代理孕母这件事情，还是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以这一次的选举的过程当中，那各个政党其实就是说对于代理孕母的态度也都不尽相同。这一个议题，显然社会的共识还有一段距离。施世元强调，目前对人工生殖法修法也无具体时间甲目标，因为也毋知大家意见差别有偌大。会在农历过年了后，陆续开2场公听会，来决定人工生殖法如何来修法。一切也是等公听会了后才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对抗超级细菌，这抗生素的抗药性一直拢是医学界正关注的议题。即马国立中兴大学的研究团队最近就发现，这个细菌当中的关键分子，会当帮助专家来开发袂引起抗药性的新型抗生素，而且因嘛研究出这人类的免疫系统，其实就是对细菌当中的蛋白质演化来的。研究人员先把大肠杆菌抽出来，佮用碰扑甲木片2倍分离出来。中兴大学研究团队用超过10年的时间，去年底有发现细菌内底一种新型的核苷酸性的分子，叫做宽相嘧啶核苷酸。伊就那亲像是细菌内底警报器，一旦受到攻击，会送信号，发动保护机制。这个研究成果会有利咱去解决超级细菌抗药性的问题。可以去把这些讯号分子把它去除掉，那这样细菌呢，它在抵抗的时候它就比较薄弱，我们就可以破坏它的防御机制，然后让细菌更容易死掉这样子。抗生素的滥用会造成唔惊药的超级细菌的产生。世界卫生组织有估到2050年，每一年有1000万人因为抗药性的问题死亡。目前抗生素的开发较侪是注重咧杀菌，但如今发现宽相嘧啶核苷酸，都可能让抗生素的开发转向去解决关键分子，都袂有抗药性的问题。另外，研究人员嘛发现，咱人先天免疫系统的核心成分，若是来自无两骨动物的品啊，上久过当对到是对细菌演化出来的。发现到细菌的抗病毒的这样的一个抗菌蛋白呢，跟人类的免疫系统的免疫蛋白的结构非常的相似，所以这个也解构了过去人类这个人类的免疫系统的起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这2项革命性的研究成果，伫2023年下半年陆续登上自然通信科学期刊内底，嘛提供予医界临床试验有一个合理依据，有利去开发这种袂去引起抗药性的新型抗生素，真做是对抗超级细菌上厉害的武器。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推动长距离的医疗服务，卫福部是修正通讯诊察治疗办法，适用的对象原本是5类，即马变做是10类。慢性病长期用药，也有疾病末期，甚至是收容照护等等，全部拢算在内。有计有200多人会当受惠。这新法今年7月初1正式实施。新冠疫情期间，轻症确诊病人应透过视讯看诊，降低到院所看医生传播病毒的风险。疫情过后，为提高民众看医生的方便，卫福部发布修正通讯诊疗治疗办法。若是经过地方卫生局审查通过，或者是伫健保报告式给付计划有限，医师都能用线顶看诊。比如说像糖尿病的病人。医师就可以利用通讯诊查方法，这样子可以降低，就是说病人来访就是医疗机构这边产生的一个舟车的劳顿。卫福部表示，除了原本的急性后期照护等5类对象，新法阁增加5类特殊对象，包含慢性病照护计划受限病人、疾病末期照护、矫正机关收容照护、行动不便照护，也有灾害。传染病或者是其他重大变故照护，有个差不多有247万人受惠。不在计划之内，医师去做这种通讯诊疗，那但是没有计划通过的话，依照医师法是要罚这个要处罚的。试税员强调，若医师违反相关的规定，为民众视讯看诊，会照医师法罚2万到10万。另外，新法要调加开放医师应用通讯方式来开处方签、检验、检查单啊等，也强化通讯诊疗的治安规范。新法按算伫7月初1开始实施。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市区有一搭新建案，因为施工，结果造成附近的地基拢落落去，总共有5户人家厝受损重。这建商原本是讲会来改善，也毋过这修复工程煞一直咧拖，厝主最后实在是挡袂牢，所以起家去告县府。今日起，伫花莲市公河街、港南行街附近的明体厝内，地方厝基壁壁损，门窗拢无法度关，因为因后壁伫咧起大楼，挖地基时阵，敢若水管破去，水一直流出来，互因地基受损，5间厝受到损害。就11、12月开始就开始有前面打地基啊，后面抽水的时候才开始。让我们最明显感受到的时候，是我们12月快圣诞节的时候，那一天就是水管被拉断。然后我们才开始就很明显注意到这个房子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当局讲，本来县府有概念，建商也答应讲会修理，将落落去的部分恢复。因过承包商只个人做3工，就讲人工处理无符合成本，爱用大型的机具。因过现场如果电火条啊，无法度做。经过协商，本来是要做到就是恢复原样，然后结果从12月11号、12号开始，就是施工了算3天，2天半。就没有下文了，建商就说包商问题嘛，包商就说台电问题嘛。我们没有停工是因为路线问题，那承包商也在积极的准备，总来也要进去了。那现在是要帮他们移除他们的排风系统。县府建设署讲，去年就要求双方就建筑物结构受损的部分协调，也请建筑师工会专业技师到现场勘验。那恢复的时间上班就协调处理。县政府后续也会就这个建筑物的起造人、承造人以及监造人。就这个建物受损的事实状况，以及它受损恢复的期程呢，我们来进行这个协调处理。因过受损的大户真侪拢是开店做小生意的，无法度营业对生活有影响，所以要求建商爱赔偿因的营业损失。建商是也无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基隆海洋科技博物馆甲海边仔捡到的粪扫做分类，结果所发现讲，这塑胶挂甲啉水的杆仔，就是头2名。环保团体是呼吁大家一定爱来注重环保，因为咱刷手等去大海的塑胶粪扫，落尾原来是会个透过食物链，个倒转来到身躯顶。整理委调经海岸捡到粪扫几啊地，数量真惊人，拢是官方甲志工净滩净海捡到的废弃物。海科馆将去年伫海岸捡到的粪扫分类，前10名当中，塑胶管仔挂数量是第1，塑胶管仔第2名，也有四管分散也未少，也有鱼网啊、钓具等等，因讲是塑胶制品上济。海科馆的态度就是希望从大家不光是台湾就是全世界的公民都一样，就是从源头管控，减少这些物品的使用。减少这些从陆地上冲刷到海里面的这种机会。
海科馆表示，为外包装分析，虽然部分来自境外，不过也是人为的不当行为造成的环境破坏。减用一次性的塑胶用品，减少塑胶使用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觉得政府跟企业应该要加快呢，去发展这种重复使用的商品，那让这个塑胶可以真正的去减少，那保护我们的生态。款团认为，这塑胶可能分解成做微塑胶，可透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或者是动物身躯，最后受害也是人类。建议政府加强立法甲执法，为源头减量，做好环境的保护。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教育局甲民间团体做伙办小梦红大梦想的比赛，予高中以下的学生会当用联合国 SDGs 的议题来拍影片，传达永续发展的重要性。这主办单位希望讲，这个囡仔会当透过学习来带动家长做伙来实践。透过影片，让大家知影讲，咱的海沙当中有真侪塑胶粒仔，对生态、对环境会造成真大的伤害。这是小梦红大梦想其中一支得奖的影片。这个比赛伫礼拜举办颁奖典礼，这是由新北市教育局和民间团体共同主办，就是希望高中以下学生囡仔用影片带大众了解永续发展的议题。环保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想要借由这次的影片，去让大家知影环保的重要，加我们未来永续发展的目标。囡仔拢做介意离网络的是伫顶悬佚佗嘛，咱就莫介意烧冤家啊，就是希望讲因当网络嘛是会使学安那找因要爱的资料，互因较有主题性去网络的世界佚佗安尼。得奖学生的指导老师嘛肯定这个比赛，唔但会使互学生学着讲要安怎做影片，嘛互因伫网络世界找到学习的主题。这个比赛以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包括生态、气候、教育和性别平权等等17项议题去做评选。主办单位嘛希望透过囡仔的学习，也通带动家长做伙来实践。透过这些小孩子的这些关注，然后带动家庭的成员以及周边生活的人一起来对这个项目从这个具体实践和落实，能够把台湾慢慢的面向国际，让他们能够注意到我们在永续环境中所做的努力和成果。小梦红大梦想今年是第2届，即将选出优选10个、佳作20个、和入选40个，颁奖状和奖金来给学生鼓励。主办单位表示，今年的品质进步真多，期待未来会当透过这个活动继续培养学生主动学习，也有和世界交流的能力，来带动社会对永续议题的关注。记者卢尚珠、林晓凯新北报道。宜兰三星的安龙溪轻船比赛场地的承建工程，即马决定要另外搁开一个比赛的水道，而且这长度嘛会缩短。也毋过环保团体是批评这个开发案资料无公开，因的生态检验嘛无定做。县府是回应讲会照这个生态的规范来施工，也会负起维护的责任。垦丁选手伫安龙溪飞船真刺激，宜兰县政府因为地方建议拍算伫三星安龙溪新开轻艇激流标杆竞赛场地，修改设计了后决定另开赛道加缩减赛道长度的方案开发，最近得到水利署核准，也是互环团一致。阮认为讲，伊若是有啥为这个生态检核的部分，应该爱定性来做。环团质疑，此案官府毋捌公开可行性评估资料，过程也无国民团体参与，有新方案煞无重做生态检核。那新赛道未来有啥物人管理维护，到即马也毋知。公共官府是要去比赛馆无人管的网仔赛道。县府官邸建议伫安龙溪上线2号桥水尾起大约350公尺长、各3面光的阿毛土赛道，互水利署认为无符合河川管理办法不回，修改设计，决定伫上线2号桥水尾的动化高滩地另开赛道，赛道长度也为350公尺，降为250公尺。那在整个内容里面，那我们都依据工程会的生态检核注意事项来做相关生态检核的一个工作。赛道工程预算大约2亿3000多万，预计3月动工。面对环团质疑，县府表示会遵循生态检核注意事项施工，搁负起后手维管责任。此案完工了后，除了提供西总县比赛使用，也会加做宜兰县水上运动训练中心。记者综合报道。
寒流到地各地拢零四是伫森林倒水潮的鱼仔场，用这个塑胶布甲鱼仔盖掉咧，要种草鱼的业者来抽网仔，袂防寒风。日一透早，温度敢若18度，风搁正透，一阵吹来。森林有鱼仔场的人讲，最近当咧准备早期钓的鱼仔，大约个半个月就会开始捕钓啊。不过即马拄着寒流，上惊鱼仔冻着伤。白白的装超10万匹啊，算惊咧会较袂大啦。无砍的袂大啦。暗时来砍我，日时若日头日时爱掀开。鱼仔场的人讲，鱼仔为野种到出货需要20天左右，若阵冻着伤，恐惊影响出货时间。不过寒流到地，气象署嘛针对森林、嘉义、台南发布强风特报，有草鱼的观光果子园烦恼受影响，路边赶紧来拔乌网仔来遮风，都惊影响到草鱼的产量。风太大的话，会影响到那个小股，还有那个色素不好。来到森林沿海，养殖户无用开水车甲大济水，甲水温提悬，但是烦恼刷落来温度降到10度以下，恐惊会阁造成扫把鱼冰冻。寒流一波一波就来啊，伊就冻较袂调啊，所以吼，就自求多福尔。有大细养殖户表示，顶个月已经有不少扫把鱼因为温度伤低冰冻，即个寒流恐惊温度会阁较低，养殖户敢若会当加强巡逻。农业单位嘛呼吁农渔民，刷落来这几天寒流到地，爱做好防寒措施，减少灾害甲财产的损失。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全台湾发展较慢，而且当咧治疗的囡仔，拢总有3万多人。为着要帮助这些囡仔来学习，所以伊甸基金会就办体验活动，让囡仔会当甲人互动，来把握3岁进前的黄金治疗期。教室内底热闹滚滚，这场景是囡仔伫夜市做头家，叫大家来买物件。伊甸红沙早疗中心利用课程，互发展较慢囡仔来扮演工作职业，互因会当愿意开嘴讲话，甲人互动，帮助因伫学习过程中更加顺利。因会当比较慢慢来，所以因的淡薄仔像生活自理啊，无就是讲话还是啥物，因拢会当有足侪机会当去表现。根据卫福部的统计，这几档早疗囡仔通报人数是愈来愈多，去年通报人数3万多人。红沙早疗中心主任表示，伫疫情这几档通报案件确实有变多，逐档拢有增加，因为疫情伫厝内，囡仔欠缺互动甲刺激，才会出现语言甲社交障碍。这2-3档因为疫情的关系，囡仔拢关伫厝里，较无甲社会有接触，较无甲其他同年龄的孩子有互动。儿童福利中心主任表示，目前高雄市通报早疗囡仔有3300多人，有6%的囡仔无接受治疗，原因可能是年岁伤细汉，还是有其他重大病症爱先治疗。社会局呼吁0岁到3岁是早疗囡仔黄金治疗期，家长爱重视早期治疗的重要性。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台湾有一出在讲英国王室的戏剧《王冠》，去年12月已经搬煞。即马即个搬戏用的即个鸡丝头啊，伫1月底就要来拍卖。除了戏出内底戴安娜王妃穿的洋装以外，也阁有英国王室成员坐的仿的即个黄金的马车。世界甲正水的礼服摆几排，边还阁有正野目的黄金马车。Netflix 热门影集《王冠》最后一季结束，剧中的道具要进行拍卖。这场展览就是道具拍卖进前最后一摆展示出来。This isn't just any auction, it's a really special auction, and it's been over a year in the making, and we're selling the props, the costumes, the decorative arts from all 6 seasons of The Crown. 简单连身裙配合布饰甲雕瓦做的头饰，被俄罗斯香水公主的玛格丽特公主剧中角色就是穿这套婚纱行入礼堂。也阁有乌色的鸡胸坎老尖壳头的洋装，是向戴安娜王妃1994年穿的复仇之裙致敬。剧组佫向戴安娜王妃的健身穿插做基础，佫重新设计应付哈佛大学日向运动风的衫。Wardrobe department got in touch with Harvard and they recreated one with a scoop neck just for Netflix, which is really nice. It's a really it's an original piece but made more recently rather than the 90s.
除了王室成员介绍相关的道具，甲已经过身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有真深的军情关系，经英国首相丘吉尔，其内底伫个帽仔解发镜也是拍卖品之一，首相官家大门也一定爱看。 There's facade for number 10. There's a reproduction of St Edward's chair, the coronation chair, which of course, we know from watching King Charles being coronated. 英国王室成员的清查甲使用物件，常常吸引全球民众受欢迎，也让影集王冠用的道具受到注目。拍卖公司负责人笑讲，甲珍贵啊仿制黄金马车比，买这道具箱内底的上面，伫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就真方便咯。公司新闻牛眼编译。 伫新加坡有一间开业超过120档的手工活具店，第一代创办人就是对咱金门搬过去的，目前已经传到第4代。除了会持续用这个手来刻神佛，即马伊嘛结合旅游甲文化教育，互新一代人会当了解这项传统艺术。 新加坡的西天恒福店外观真平凡，这间店有超过120年的历史。除了卖甲刻制手雕佛像，也回收破损的雕像。第2代传人陈水莲已经92岁，拢是招魂的手，依然真流利。伊将上色的面粉纸磨做细线，伫鉛笔大细擦壳顶悬细几啊链，佮将线粘伫木雕身上顶悬，用毛笔一笔一笔精准固定，做出的刺绣效果自然佮有路。18岁结婚，每天就看我先生做工啦，坐在身边看啦。作为新妇，陈水莲为到3港先生，到支持西天恒半边天。几年进前退休了后，由后生黄耀华接手到即马，完成一尊手雕的佛具，差不多需要1到3个月。 平均卖差不多大票3万，受自动化生产技术的影响，机器生产的佛像费用无到1/10。佛像事业为转型走向路车，陈水莲感叹机器失传的危机。知影孙仔黄志勇愿意继承，可以是真安慰。以后就传给他去做咯，一代一代传下去咯。他也是有兴趣就可以这样做咯，哦，不能勉强这样了哈，43岁黄志勇已经是新闻记者，自2017年回故乡，甲兄弟共同继承西天园。伫店内大汉的黄志勇，深深知影信仰稳定人心的力量。以换回笔工具，用另外一种创作形式，留下家族的印记，继续记录手雕佛像的历史。It was not something that I woke up and say, okay, I'm going to take over my grandma's shop. It was more like a nagging feeling at the back of my mind. Because the fact is that if you don't do anything, the shop dies. It's simple. 3代斗阵研究佛雕技艺同时，黄志勇也创新经营模式，甲大小平台合作推出佛雕课程体验，提供海内外游客有佛像雕刻的文化历程，同时开囡仔工作坊，互宗教文化传统向下卡定根，佛像历史用世代传承。We can find a system and a structure to make sure that this shop can carry on for another 100 years. We want to have that key person risk where we depend on the next generation. 公司新闻丁小芬评价。寒流到地，大家要注意穿雨衣。下半晡天气是安怎的？天气玻璃仔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是9度到14度。中部地区10度到19度，南部地区是15到25度，东部地区12到23度，外岛地区是6度到19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